越干净。我们彼此问候啦，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很高兴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同心在你的面前享受神你丰富的恩典。当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寻求神美好的心意，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满有平安的，因为你是神救赎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乐意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求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馨香的活祭，是真实从我们的心里面对主说：主啊，我们何等的爱你！愿你喜乐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将健康的生命赐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们一起来拍手。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整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
告。感谢主，让我们认识你；感谢主，让我们明白每一天我们都要赞美你；感谢主，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敞开在主你面前。主，你说我们求，我们就得着；我们进到你的面前，你就为我们开门。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的开口赞美，都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让我们的侍奉越侍奉你越甘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侍奉你，让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让我们用敬虔的心、谦卑的生命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怜悯我们，在一个礼拜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尽心尽力的爱上帝，来侍奉你。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忧愁，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有喜乐的心，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生命的恩典，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得着生命的盼望。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聚集，透过敬拜，透过亲近你，熟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生命的盼望。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
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赏赐，让我们一起在奉献当中能够见证神如何丰富的赏赐与祝福。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唱奉献的诗歌。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不是这首，没关系啊。我们今天曾老师很辛苦，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来唱奉献的诗歌。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好，牧师来做简单的教会消息的报告哈。那在我们的教会，这个 PPT， 我们下礼拜是母亲节主日哈。那我们下礼拜的台语跟华语礼拜会合并。那我们在会堂当中会做活动的聚会，那还有相关的庆祝。还有赠送每一位母亲小小的礼物，那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留意，我们下礼拜华语礼拜跟台语礼拜是一起哈。那我们每日的灵修祷告跟熟读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能够明白神重要的生命，了解上帝的心意的一个重要功课了。好，记得灵修祷告跟熟读神的话语。好，所以期待大家在我们的周报的最首页有一个 QR code 哈，我们可以用手机打开相机，然后靠近，它就会出现一个网络的这个网络连接的 QR 这个连接，你点进去就会直接连接到我们的直播系统。好，邀请大家。那待会我们的以斯帖小组跟麦子小组会前往高雄駁二特区还有旗津，他们是半日游。请为我们的这些小组员他们的这个小组活动代祷，
我觉得能够聚在一起，一起活动哦，关系要怎么样，也要建立了。好，不单单是活动的建立，关系建立，然后深入去了解一个人他生命里头的那一些需要。那我觉得这就是教会团体的不同。好，所以牧师很鼓励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从福音看健康的教会，好，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很多人在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去想到，人跟人在一起要做什么？交流。那到底在交流什么？好，那我们记得上个礼拜那个承恩，你可能帮我放台语的，因为华语礼拜的这个 PPT 它没有我有修改过的，你帮我放台语的 PPT 好。对，帮我切换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是这个160周年，我们知道什么是宣教160周年吗？知道了哈。其实宣教100周年是160年前，好，外国的宣教师，无论是马雅各、马街、兰大卫医师，他们都是有些是医师身份，那又是牧师身份，他们来到台湾这一个完全他们语言也不会，那完全都没有信仰的一个地方，将福音带到了台湾这片土地上。所以呢，上个礼拜在这个16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里面呢，有许多这些教会的团体，他们一起合作把这个活动举办，然后让大家去回忆、感谢这些医生吗？感谢这些宣教师吗？是吗？都是。最重要是要感谢在他们背后那位上帝是怎么爱他们，让他们有足够的心力跟动力来去爱他们不认识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个礼拜4月26号，我们也举办这个大桥幸福青年餐会。我们知道我们一群同工，我们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我们了解彼此，了解我们整个活动要如何来举办。我们也知道这个校长有来他从我们当中说以前我都不知道，都只是跟牧师谈教会在做什么，可是他亲眼从我们当中去体会到这个地方有爱，这个地方有温暖。其实牧师在观看这个谢校长他都在观察，从头到尾他都在观察，在体会到底我们在讲什么，到底我们在体会背后的信仰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轻朋友，我们也知道就刚好在4月25号这个麦子小组他们就在做了教会布置，这是母亲节的布置。他们的布置就欢迎回家，耶稣亚索天亚利，很好啊，刚好配合4月26号我们这些年轻朋友来，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就是有家的温暖。那我们看到这些年轻朋友，他们分享，拿起麦克风，我相信有参加的人都感受到。他们都没有惧怕，而且他们愿意。这个是嘉丽，对不对？嘉乐分享。嘉丽，我那天有看到嘉丽，她分享也很大方很喜乐那嘉伟也一样。我们看到这些静瑶、亚瑟、嘉欣、子安，这位姐妹我忘记了，雨桐所以雨桐她是不是昨天他们也是去？是不是他是念那个慈幼的？新语还是雨桐？是，这是新语啦，是呀。这是我们的精灵姐妹，对不对？那她从以前，她一开始也是打个电话跟牧师说：“牧师为我祷告。”我就说：“为你祷告什么？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教会的？”她从网络上，然后了解到教会，然后她过去以前，她都是去求易经。任何的密宗，他都去求，都去拜过。唯一有他后来就回过头来，发现他曾经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他还没有了解过的上帝，所以他就打了一通电话说：“牧师为我祷告。”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接下来他就来了教会，跟教会牧师讨论到底真理信仰是什么。所以他就慢慢的体会到，因为现在他照顾孩子比较不方便，但是我从他生命当中体会到。祷告所带给他信仰
背后那位上帝真实存在在他生命里面的价值跟力量。好，所以那一天他也一起来参加，他二话不说邀请他说好啊，我愿意来。他非常喜乐看到这些孩子，就像他过去曾经就像迷失的羔羊一样，迷失的羊一样。好，那我们看到中南、中学，还有这些我们弟兄姐妹的朋友，大家非常的开心。教会是最近也开始从4月25号开始有一个叫做疗愈小生活园艺课程，好，很便宜，1000块哈，一次来3个小时，还有点心吃。重点不是吃这些东西，重点是他们在欣赏上帝所创造的这些植物，如何创作，如何去体会那个生命的气息。植物我们好像看起来最少去观看的了，好，但是他们是去了解，好像这个礼拜是艾草，他们还怎么样一起做哦，他们还有一起炒这个艾草，然后泡起来喝哦，非常健康。他们同工拿一杯给我说，牧师，喝起来会有点苦苦的，你知道我喝完以后，那个身体好像清白等啊那，好像很干净，突然就去上厕所了，很舒服。好，我就发现说，真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一起聚集，一起分享，然后一起制作这些东西，他们身上就是透露出喜乐。所以有些东西并不见得，你如果从神的话语你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时候，牧师会鼓励大家能够来参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也是群体的上帝的羊群。我们都会想要去了解，怎么样在群体当中去维护应该有的关系。所以不管是家庭生活、教会、工作环境、知识、信仰，都会需要团体关系，对不对？可是如果信仰这些东西、知识的东西，它单纯只是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去体会，那么我告诉你，你一定很难去体会到底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帮助，对吧？可是如果我在群体当中，耶稣的爱要做什么？耶稣的爱让我感受到我的生命如何的改变，然后祝福了很多人。我们没有得到的人看一看、听一听，说真的吗？那我也想要来试试看。这就是群体关系所会带来的影响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问教会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说教会是神的家，是信仰的群体，是基督的教会。我们也会问神为什么要建立教会？神为什么要建立教会？其实我们从我们所认识的信仰里面的真理，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是？那什么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如果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我们就要了解，神本身就是一个群体呀，对吧？所以你去看创世纪里面，神说我们，他说我们不是说我。所以这明确的神在告诉我们，我用我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你们世上，为了要救你们，但是你们不认识他，你们还不想要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是牧师，我会告诉你，来，一起来领受上帝美好的祝福。不要嘞，我跟你又没有关系，你凭什么要我信这个做那个？会不会？会。有些时候说，你要调整一下你的态度，你要学习一下不一样的方式，有没有？在眺望嘛。可是如果你没有群体关系概念的人，你会存在一个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好好做我自己不行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一直觉得，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认识神国度的福音，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概念，叫做团体概念，叫做合一的概念。上帝如何圣父、圣子、圣灵这个群体关系，就隐约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位神，但是他有3种位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尼西亚信经哈，我们看华语的，我们信，他是说我们，好，承恩这个声音可以再帮我高音高频再少一点，好，我们信独一的全能父，他是写我信吗？是写我吗？不是，他写我们。我们信一个，我们信所有的神，还是信独一的？是独一的。我们信独一的
耶稣基督，后面我们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包含尼西亚信经，明确的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群体，我们所认识的信仰，我们在教会在认识的不是信仰吗？你们来到教会为什么？要信什么？您赶快想过这个问题。好，我们一定会去想这个问题：到底我来教会要干嘛？我们现在教会就是要来相信一个真实让我的生命带来祝福的信仰，对吧？那如果你要得着这个祝福，你要知道，我来教会是要在干嘛？是享受的吗？单纯侍奉神，发挥我的能力吗？证明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吗？是这样吗？你们觉得教会是哪一种？教会是要是救生艇，还是豪华的游轮？就好像我去到一间教室上课，如果这个老师他讲的内容不是要让我充实、得着知识，让我以后有能力去做我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老师就不会教，他随便糊弄带过。同样的，我做一个牧者，我在教会牧养神的教会，我也在想一个问题：牧师是要带领各位会弹吉他、会侍奉神而已吗？让你们有能力去侍奉神吗？还是让大家有能力明白我们生命得救的本质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一起说是什么？不是他人，而不是满足自己。教会追求的是什么？让更多人得生命，而不是无视于周围的人的沉沦。教会需要做的是不断的训练人出去救人，而且要怎么样？不是安逸的等人走进来。教会是什么？是一个真正经历拯救的基督徒，是不会坐着见死不救，否则可能就是忘记恩典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教会有福音，教会有没有福音啊？还是教会有没有人而已啊？教会如果只有人，教会只有人在那边自嗨，很开心，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教会里面这些人没有福音，对人没有爱，那么教会是虚构的，教会只不过是自得其乐的教会。我觉得教会一定要建立的福音的影响力，要几个好习惯。第一个，利他，对人会不会有帮助啦？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有人来了，你就会看到有一群人眼睛为之一亮，不是绕跑啊，是马上就会想要走过去，哎 ，hello， 欢迎你，还是看到那马上闪到一边去。还记得我们那一天在办这个餐会的时候，还记得我们之前牧师提醒各位同工要怎么做？餐会的时候要怎么样？我们要预备好哦，要去招待他们哦。可是我还记得啦，我记得当天我们应该学生也是有一群人，就好像聚在一起就开始讲话了，然后不太敢进去一个一个问候了。所以你看哦，我们的人的本质里面，我们很难先去祝福别人的，会先求自己的利益比较居多，在安全的环境，这是正常的。但是牧师要鼓励各位，如果福音对我们来讲是带出有影响力的，是会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祝福人。第二个，信仰扎根在圣经的真理。教会要有影响力，不是他会敬拜，会怎么样，会做什么事工，不是。牧师现在会很期待，是我们的教会每一位信徒要好好熟读圣经，因为如果没有圣经的真理，人会分裂；没有圣经的真理，人遇到问题不会懂得分享神的福音真理。
因为神的福音真理是要让人做什么事情？会合在一起，会带来祝福的。第三个，勇敢传福音，是我们福音的影响力很重要的好习惯。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讲到福音是如何建立健康教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怎么样以福音作为核心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要经文哈，哥林多前书3章10节左边我们一起来读。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盖房子，你在建造你的信仰生命，建造你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怎么建造？是要照着什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神有没有救你啊？你要去想。神有没有帮助你啊？你要去想。今天如果我要奉献，你会拿钱出来奉献，一定是什么原因？圣灵的感动。那圣灵感动你什么？一定有感动你过去去经历到你的生命的改变嘛，跟祝福嘛。所以当你领受到这份恩典，你之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就要做一个保罗说的，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啊！你不要做一个不聪明的工头啊！不聪明的工头就会怎样？偷工减料啊！不聪明的工头他偷工减料，他会怎么做？他会盖房子随便盖，海沙屋会怎么样？会倒。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奉献，昨天我在跟我们的同工在门徒训练的时候，我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要奉献吗？他说，因为我奉献了，我才会得到更多。你们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奉献了，所以我会得到更多。跟牧师所讲的，因为我们先得到了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奉献。这是颠倒过来不一样。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上帝没有给你呢？如果你奉献了，上帝没有给你呢？那你不就不奉献了，对吧？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应该要先清楚一点，上帝有没有先祝福我们？你要先知道这个啊！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愿意奉献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人要懂得知道，我们是一个领受上帝恩典，才有办法做一个好的工人啊。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一个好工人啊。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还要再偷鸡摸狗、投机取巧，都有啊。所以不是基督徒领受了神很多恩典的人，他就会奉献了，没有有些人他的奉献是有私心的，有些人他的奉献是会有他的自我限制的。但是牧师要鼓励各位，照圣经所讲的，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后面有注解哦，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我们有些人会认为说啊，这个事工哦，这是要不是他哦，怎么会有现在？他过去付出了多少时间？我要告诉各位，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他说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了。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当我们了解如何以福音为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一定要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福音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就要想哦，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啦，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希腊的原文根基叫做 themelios， 叫做整个建筑最重要的、最坚固的、不能更换的基石啊！我要问各位，我们侍奉神会不会有变化？会。有变化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根基不一样了，还是
有更好的能取代。如果我们是用有更好的来取代，那么我要告诉你，你的侍奉是有问题的，你的根基是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的根基是对的，我觉得再怎么样的侍奉，环境的改变也不会影响你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对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明白，我们生命侍奉神的根基，我们要知道，我们立定教会的根基，不是谁做得好，不是谁做得多，也不是什么法规，也不是什么制度，不是人数的增长，也不是人际关系，也不是建筑的好坏。一个教会健康的教会的发展，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聚集起来，是会同心合意的敬拜神，不会否定，只会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有几个特质。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哈，福音为核心，不是活动。所以我们教会在办活动哈，如果没有福音，如果那一天牧师如果讲的都是讲说，你们今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哇，开心就好，好，欢迎你下次来再来吃。你觉得有福音吗？这就没有了哦，那就是吃而已啊。可是吃，我把它讲出是有目的的，是有祝福的，是你要明白你在吃什么，是因为你进到了一个恩典的环境。所以那个静瑶他才会分享嘛，他说我来到教会很开心，终于真的能够吃。但让我更意外的是，我还可以学到，因为那个生命就慢慢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没有说，你没有去讲，他会得着吗？他不会得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提多书2章11到15节说，因为上帝拯救世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有没有？在你们身上有没有显明啊？你们要去想哦，这恩典教导我们要除掉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私欲，在今世过自律、公义、敬畏上帝的生活，怀着美好的盼望，等候我们伟大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大桥教会华语礼拜人不多了，现在你也会觉得说，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进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这么少人？会不会？会。可是慢慢我们要去体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怀着美好的盼望去等候我们伟大的上帝跟救主耶稣的荣耀显现的时候，那就代表什么？那就代表福音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奇妙的工作。所以牧师一直都不会觉得人少不能做事，我一直都相信人少的时候，上帝要做的工更大。为什么？因为人会被激励嘛。人在环境当中，因为看到不足，会更加的倚靠上帝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说主耶稣为我们牺牲自己，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并洁净我们，使我们做他热心行善的子民。你要讲明这些事，充分的运用权柄来劝勉人、责备人，别让人轻看你。注意哦，责备人不是让美美功力开搞啊，劝勉人也不是说你讲的比较对啊，你要记得要以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根基去教导。第二个，我们健康教会的第二个特质，我们一起来念哈，主题以什么？以门徒为焦点，不是你所迎合的人数了。好，我觉得以前牧师是一个很爱用我自我的外在形象跟能力去迎合人的。好，我很容易去迎合人。好，我也很容易看出一个人从他的眼神在跟我对话当中，他会不会跟着我。所以我很容易去影响一个人，可是我在其中却忘记了我自己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儿女，我要更加谦卑。因为当有人看到他跟从我以后，他会去怎么样？他会去学习，去跟人家讲，不错哦，我们来跟他。我就在想，天哪，他们都没有跟耶稣基督，他们行为都没有改变，他们都跟着我做什么事？骑车。牧师牧养的
第一间教会带领的青少年。这位青少年呢，他已经从这个要去当护士啊。我记得他们好像在这个护专哦，有男生哦，他很会吹唢呐，然后他本身很爱骑车。然后我记得我去参加他的告别式，最后在他的安置他的骨灰的地方哦，他的妈妈流着眼泪，然后从他的裤子拿出一样东西，一辆重车的模型放在那里。他放在那里之后呢，我也跟着流眼泪，因为当时候我就在回想，他的孩子在教会跟随我，他一直在分享说：“哎呦，委员哥、委员牧师好开心。”因为他骑重车，但是我在那当中，我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发现我并没有好好去教导一个学生，他应当要有的生命的内在跟样式，要有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根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都在做很多把人带到我们面前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的真理、福音带到人的生命里面，让他学习跟随你，如何了解、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是把人带去使万人参加活动。好，注意哦，马太福音28章19节后面，耶稣的命令要我们向万人传福音，对不对？可是最后他讲哦，我们要教导他应当学习的样式跟律法。该遵守的要去遵守哦，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各位弟兄姐妹，做主的门徒不是做你的门徒啊！要记得，什么是以门徒为焦点的健康教会？我们一起来看，是愿意花时间塑造人生命的地方，不是愿意花时间在那个人身上而已，是愿意花时间塑造人生命的地方。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现在有没有被装备好？能够去塑造、帮助人，要怎么做？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当你们今天听到话语，要怎么样去祝福？刚刚有一位同工，他跟牧师分享：牧师，我礼拜一晚上可不可以带我先生来跟你学贝斯乐器？我说好，我愿意。就算礼拜一是我休假时间，我也愿意。好，为什么？那就是机会啊！因为他有机会来了，我就有机会训练他，有机会能够认识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能力是上帝所赏赐的。相对的，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以弗所书4章11到13节，他是恩让一些人做使徒、做先知、做传福音的、做牧师、做教师，为要做什么？要装备哦，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我们的同工于幼姐妹，好，今天开始帮我们订便当，对不对？很辛苦哦。她从一开始问牧师，我不会用，我也没有订过，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可是她学习，好，我们一步一步带领她，她懂了，未来你就懂了。你在群体里面，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人。在会后，就好像圣经里面，其实你不要想象那个耶稣他带着几千人都在听他讲道布道，时间到了，大家都不用吃吗？所以才会有5饼2鱼，有没有？门徒来告诉耶稣说：“耶稣这么多人我们接下来要吃饭了呢。”好，耶稣就说：“来，把那个孩子，都只有那个孩子小朋友有5条饼，2只鱼，拿来，耶稣就祝祷祝福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去领受，在教会的聚集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上帝如何赏赐祝福，是在基督里面那完美的生命。所以第3个，我们一起来读以什么？以实现合一的目标努力不是你所迎合的人数。好，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要如何把福音教导我们要合一？不是因为我们都一样，而是我们都因基督得救。在福音当中，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建造。没有福音的教会会比较分裂，会有派系；以福音为核心的教会会彼此服侍、彼此饶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建立的健康的教会，它不会自动产生健康教会不是牧师讲了就算，
健康的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就会有啊，不是，它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一起来读哈，时间的代价，参与门训、读经、祷告、服侍；关系的代价，学习饶恕、忍耐、同心协力；金钱的代价，慷慨奉献支持教会；福音事工的发展，放下自我的代价，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教会，让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用神的福音，基督救赎我们生命的宝贵福音，让我们一起活出一个以福音为我们生命本质的生命。我相信教会里面会发展出有健康的群体，有健康的弟兄姐妹。即便你还有很多你的健康问题，即便你可能会遇到你的工作问题，一定都会有，但是神会祝福我们，赐给我们更加以基督为你生命中心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仰望，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时时感动我们的心，为要成就我们生命是耶稣基督救赎回来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在主你的国度福音里面得着新的生命。也许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参与神的国度侍奉上有许多软弱与不足，但我们恳求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赐能力，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懂得顺服神的心意，让我们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神的心意来建造你所喜悦的教会。今天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重新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侍奉的态度，让我们能够用圣灵所常常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的话，让圣灵的感动来引导我们做神你国度，以神为福音为中心来侍奉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不管以斯帖小组跟麦子小组，他们要外出的活动、半日游的活动，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单单认识他们所熟悉的朋友，也让他们学习在欣赏大自然的同时，认识更多的属灵伙伴。让我们一起彼此认识、熟识生命当中我们的需要，你也要透过这些朋友来祝福我们。谢谢你，也带领曾老师在今天参与我们今天的侍奉工作。求主你也继续保守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你、敬拜神。也愿主赐福我们在前面的道路满有神的平安与喜乐。愿神赐福大家。每周日的早上11点到12点，我们的华语礼拜，愿神与你相会。让我们在下礼拜，我们华语礼拜跟台语礼拜是暂停华语礼拜跟台语礼拜合并了哈，请大家留意下礼拜是9点，我们就开始聚会。愿主赐福大家。好，下礼拜。